B 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了《爸爸的木匠小屋》第3季。我是导演郑若行，也是郑爸爸的女儿。很高兴这次可以跟 B 站做联合出品，让《爸爸的木匠小屋》这个系列可以在4年后出到了第3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幕后团队。我们这一季拍摄的战线比较长，拍摄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加上我们的预算比较有限，所以这一季的摄影基本上就是谁有空谁上。我们这一季的主要摄影是从第1季、第2季一直跟到第3季的岳振龙。第1季的时候，小岳还是我们的摄助。第2季开始逐渐担当摄影，然后等到第3季已经成为了我们主力摄影。这一季我们有很多花式运镜，就是来自于他的创新。小野你在干嘛？你在自拍自己做？师傅快来检查一下合格吗？豆沙。师傅来看一下合格吗？人家做了自己吃啊。其他参与的摄影还有我们第1季出现的王一川和刘源，还有好几位在各种情况，包括疫情期间过来救急的摄影师们。我们前期的拍摄非常的缓慢悠长，但是这一季的上线非常紧凑。以前我们是1年24节气陆续播嘛，今年的话是1个多月的时间就更新完了，所以对于后期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我们这一季的主要剪辑是陈天乐同学。天乐本来是朋友介绍过来的兼职摄影师，但是2019年他刚刚帮我们补完几个冬天的场景之后呢，就回了武汉跟家人们一起过年。然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他们一家5口人和5只猫一起在武汉度过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也从摄影师被逼成了剪辑师。天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朋友，也很能吃苦耐劳，但是呢，他拥有所有火象星座的不靠谱的特质，比如说在机场吃麦当劳看电影，然后把飞机深深错过了，这种事情我就不说了。然后每次交片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错误，所以呢，如果按照正常扣工资的话呢，他应该已经要给木匠小屋剧组终身为奴啦。每次拍摄节目总有几集会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这一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渔网果盘的这一集。当时我们来到了浙江台州去拍大蜀船的制作和当天的仪式。当时天乐还是我们的摄影之一，他当天晚上独自登船去拍摄大蜀船被烧掉的那个场景。本来这个活动一般会在晚上8点就结束了，但是那天出了一些状况，导致活动就一直往后拖，天乐就一个人在船上待到了凌晨1点。那个船上也没什么能吃的，只有西瓜跟啤酒果腹。导演让我拍水怪，我现在来找一下水怪。另外帮我们做了其中2集的番外以及部分的预告和花絮的剪辑师是我们第2季的剪辑师吴佳楠。佳楠现在虽然有别的工作在身，但是当我们跟他说木匠小屋缺人，希望他过来帮忙的时候呢，他硬是换了一个不那么忙的岗位，然后就有时间过来帮我们做剪辑。我们已经钻了20分钟了，但依旧没有出现一点火星，但我也已经出了一身的汗，在这个寒冷冬天取到了取暖的目的。因为剪辑的时间很紧凑，所以呢，我们给到音乐制作的时间也会更加的紧。有一次我在群里面催星宇音乐的时候，星宇就在群里发了一张图，说我在出租车上还在干活。然后这个时候呢，阿伦又在群里发了一张图，说我在地铁上还在混音啊。还有我们的动画和包装小哥彭博，每次上片前也是非常的紧张，时时刻刻的 stand by 等着我们给他修改意见，然后最后从他这边出成片。因为我们拍摄的时间很松散，再加上还有各种不靠谱的小伙伴们的加持，
所以呢，我们就很需要一个非常靠谱的制片。这一季我的制片人是我的大学同学叶乐天。乐乐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双子座姑娘。前期的时候呢，把我们的拍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到了后期呢，她就基本上在各个群里面催大家的剪辑进度，然后以及催让我不要睡着起来审片。当然，乐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各种场景客串工具人的角色。好，走开。叔叔，你是不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你看你的鞋破了，快给你女儿打个电话吧。现在还打什么电话？不行，这样不符合剧情发展。其他还有很多参与了部分拍摄的小伙伴，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的憨憨牛嬷嬷孙燕峰。除了当联合出品人呢，孙燕峰随时随地都会给木匠小屋提供帮助，比如说出借自己的儿子来给我们拍摄。另外在剧组缺人的时候，他也会来填补任何的空白，不计较这个职位到底是干嘛的。他还参与了其中一季编导的工作。我们另一位合伙人沈伟煌也帮我救急了很多次。像石英、朱亚文、星宇在北京的拍摄都是他过来做现场导演。其他主要的幕后人员还有我们的剧照师肖华庭和倪晨，摄助张浩金，灯光师黄安，还有后期给我们做配音导演的赵前景老师，还有好多被我强行薅过来帮忙的朋友，比如说在医院里通宵还在帮我润色文稿的胡建军老师。李宗伟就是我们第一季的剪辑，刚好这段时间呢赶上了他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所以在群里就可以看到他在半夜啊或者凌晨几点钟的时候给出非常详细的剪辑意见。同样在片中一直客串的还有我妈妈，她也是我们的制片之一。知道大家在干嘛吗？大家正在抓知了。妈妈好像举了一个小红旗一样。哎，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录像。从那边上吧。相信很多看我们片子的小伙伴未必是对木工手艺感兴趣，很多可能是被我父母的这种生活状态所感染。他们平时生活中就是这个样子。我妈妈呢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她就经常会自己去主动找一些生活中的小乐趣，比如说她把自己仅有的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天井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植物。虽然最后呢只有南瓜是成功的，1年结了50几个，导致他们后半年就一直在吃南瓜。他们还用各种方法想要钓这个河里的小鱼，虽然这个小鱼最长也就10公分左右吧，然后经过他的这个黑暗料理做一做，也就基本上吃不到什么鱼的味道了。爸爸的话呢，他平时就会琢磨着家里还缺个什么家具啊，这里再装个什么灯啊，这里什么放不下了我再调整一下呀。反正2个人就是一直会想着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服更有趣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季拍下来整个剧组都会很开心，这种暖暖的感觉吧。这一季我们原本是打算在2020年初就上线的，但是因为后面遇见了疫情嘛，结果就往后推迟了。往后推迟呢，但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当时 B 站的小伙伴们就帮我们联系到了朱亚文和王希过来参与《木匠小屋》第3季的拍摄，所以我们就有了旁白和主题曲的2大男低音。朱亚文还参与了其中2集的拍摄，所以这里也要感谢 B 站团队，他们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个小团体。
这一季除了郑爸爸，我们还融入了其他好多的匠人和老师。虽然大家可能只出现了几个镜头，甚至都没有出现，但是都付出了好长时间的拍摄。虽然我们的片子很短，每一集只有5-6分钟，被大家说成是泡面番啊，但是呢，还是每一集都融入了很多小伙伴的心血跟精力。谢谢所有参与了拍摄的前期、后期的小伙伴们的帮助和支持，也感谢所有观看了我们片子的小伙伴们给我们的鼓励，谢谢你们。让我再看你从暖风到雨停，慢慢一天放晴，梦在小屋里，从陌生到熟悉，静静时光回忆。你说你走过的路已远去，孤寂的迟疑的唱一首关于生活的歌曲，深刻的，淡淡的。你说你走过的路已远去，真实的，习惯的，唱一首关于生活的歌曲，重复的，简单的。世界时间被填满的小屋，复杂的，宁静的。